后来，乡亲继续来看目前是有4大公投案，包括第一反来猪，第2超打公投，第3展开着第4系联发电厂，第4公投北大选。讲到时阵8月28，应该是会同时登场来公投，这就敢若是对执政团队信任度的投票。未来面对着国民党500张厝的公投宣导，这执政团队要安怎来因应呢？江总统蔡英文已经做出着决定，以沟通对话为主，无爱提案来反制。海草打公投反来猪等等4大公投案，8月就要登场。民进党若是想要提案反制，这礼拜就是上尾的期限。不过总统蔡英文在好开会议，达成行政院和立法院党团拢无要提对案的共识，要尽全力向社会各界说明。并没有那个政府跟公投的对立，我觉得这个态度是对的。是因为避免开辟太多战场，当然执政团队也会非常善意的跟人民沟通。嘛惊阁提出其他公投案，开搁较侪困难和支持者沟通安怎投公投票。民进党对头一摆和大选无关系的公投，决定以对话取代对战。不过反对党认为背后一定有其他的打算。淡化降温。互输保菜，如果提了对案，假设没有办法通过，那对于苏内阁甚至是蔡英文总统，都是一个相当大的这个冲击跟打击。国人很清楚的知道说，公投我们对事情来讨论，不需要跟政权绑在一起。不过，不管是希望民众出来投赞成票，或者是反对票，哪里定赢，拢准备要和民众面对面来讨论。尤其是5月份开始，可能会有一些街头宣讲的活动。民进党准备第一礼拜启动的台湾正进步、台湾正进步政策说明会，因为太鲁阁好事故全面停止，什么时阵会开始也唔知影。公投的战场看起来也未开始。